微風吹開美麗的心，不要讓眉鎖緊，快樂悠然會近。粉紅色的一生，喲，這是御林酒吧的酒保 Tom Wright 在打烊後有感而發的真實改編故事。他每天看住不同的客人，但只在乎叫雞扒的靚麗女孩。聽說他是調香水師。以下是他作為第一身自述的小說劇本：粉紅色的一生。凌晨4點50分，御林酒吧打烊了。我把最後一個杯子擦乾淨，倒掛在吧台上方的金屬架上。燈光打下來，那些玻璃杯折射出微弱的光，像某種沉默的樂器，等待下一場演奏。音響還沒關， Norah Jones 在唱某首我不記得名字的歌，聲音又輕又滑，像是剛哭過。我關掉音響，整個酒吧突然安靜下來。這種安靜，我經歷過無數次，幾乎每晚都是這樣。客人散了，音樂停了，熱鬧過後，只剩下冰箱的嗡鳴和冰塊在融化的聲音。我坐在吧台後面，那把用了7年的舊椅子上，面對一整排空蕩蕩的高腳凳，忽然覺得應該說點什麼，不是對誰說，就是想說。我叫 Tom， 是這個酒吧的酒保。31歲，單身，在這條街上做了6年，在這家店做了3年。每天調一樣的酒，聽差不多的故事，看不同的人用相似的表情走進來，又用各自的方式離開。御林這個名字取得好，燈光調成暗綠色，牆上掛住些蕨類植物，天花板垂下幾串仿藤蔓，像一個難成勁草的溫室。客人們像夜行動物一樣，藏在那些藤蔓後面，喝酒、聊天、接吻、爭吵、哭泣。我什麼沒見過，但我只在乎一個人。準確地說，不是在乎，是注意到，持續地、不由自主地、毫無理由地注意到。他第一次來是去年11月的11號的星期二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因為那天是吳寫的生日，店裏只有3桌客人，我閒住沒事，在吧台後面用檸檬片擺造型。門推開的時候，帶進來一陣風，冷冷的那種。11月的晚上已經很冷冷冷。嗚，他站在門口停了2秒，像是在適應光線，然後徑直走向吧台。他帶住一臉奈何，穿着一件灰綠色的風衣，裏面是黑色的高領毛衣，頭髮很長，紮得很低，垂在背後。他坐下來的時候，把風衣脫了，搭在旁邊的凳子上，動作很慢，像是不太確定自己要不要留下來。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：喝點什麼？他想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他沒聽見。最後他說：你們有雞扒嗎？我當時愣住了。什麼？雞扒？他重複了一遍，表情認真得不像在開玩笑。就是那種煎的雞腿排，配飯或者配意粉都可以。我說：這裡是酒吧。他說：我知道。我說：我們沒有廚房，只可外賣回來給你。他說：哦。然後他又沉默了大概4-5秒鐘，站起來，穿上風衣，走了。我拿住擦杯子的布，站在原地，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外。那扇門關上的聲音很輕，但我覺得整間酒吧都震了一下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，第二次是1個星期之後，同樣的星期二，同樣的時間，同樣的灰綠色風衣。他走進來，坐在吧台同一個位置，這次沒有猶豫。我看住他，嘴角大概不自覺地彎了一下。雞扒？我問。他笑了一下。我發現他笑起來的時候，眼睛會彎成一個很好看的弧度，像月亮剛剛升起時那種恰到好處的彎。不，他說，今天不找雞扒了，今天喝酒。喝什麼？你推薦。我調了一杯 whisky sour。喲，以我最愛的波本威士忌為基底，不是因為我多想，是因為我覺得他看起來像喝這個的人，有點酸，有點甜，後勁不少，但入口溫柔。他喝了一口，挑了挑眉，沒說話，又喝了一口，然後他就這樣安靜地坐了45分鐘，喝了那杯酒，問我多少錢，付了錢，走了。這次他沒有很快離開，在門口他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一眼酒吧裡面，像是在確認什麼，然後他推門出去，消失在夜色裡。從那天開始，他經過就常來，不是每天，但很規律。
一周大概兩三次，大部分在周二和周四，偶爾周六會來，但從來唔待到很晚。他永遠坐在吧台那個位置，點一杯我推薦的酒，安靜地喝完，安靜地走。偶爾他會帶一本書來翻，偶爾會寫點什麼在一個黑色封面的本子裏，但大多數時候他什麼都不做，就只是坐住。我開始注意他，不是那種刻意的注意，是像耳朵會捕捉到特定的頻率一樣，自然而然地，他成了我夜晚背景裏最清晰的那個聲音。我注意到他的指甲永遠剪得很短，沒塗顏色。注意到他右手腕內側有一個很小的刺青，是一串數字，我一直沒看清是多少。注意到他喝東西的時候，喜歡用食指和中指夾住杯壁，而不是握住杯身。注意到他發呆的時候，會把嘴唇微微嘟起來，像在吹一個看不見的氣球。一個月後的某個周二，他來的時候，看起來比平時累，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黑，像隻小熊貓，叫卡卡那種。頭髮沒有紮起來，散落在臉側。他點了一杯 Negroni 意大利雞尾酒，我多加了一點金酒，沒為什麼，就是覺得他可能需要。他喝到一半的時候，忽然開口說話：你知道香水的前調、中調和後調嗎？我愣了一下。他很少主動說話，尤其很少跟我說話。我們之間的對話通常只限於點和喝之間那些必要的句子，不太清楚。我說。前調是你剛噴上去時聞到的味道。他把酒杯放在吧台上，食指在杯緣上慢慢畫圈。柑橘類最多，佛手柑、檸檬、橙花，它們揮發最快，持續大概15分鐘。中調是核心、花香、草本、香料，能撐2-3個小時。後調是最後留在皮膚上的味道，木質調、麝香、琥珀。他停了一下。有些人留得特別久，久到你開始懷疑到底是真的還在，還是你的記憶在騙你。他說完這段話之後又安靜了，繼續喝他的 Negroni。你是做香水的？我問。調香的。他說。香水師。叫雞扒那個不是我，是我同事的愛好。他老點雞扒飯。有一次你們隔壁那家的 Full Panda 送錯了，送到這裏來了，他就以為這裏有雞扒。所以那天你來是幫他找雞扒。對。他笑了，那種無奈又好笑的笑。我跟他說，雨林酒吧不賣雞扒，他非要我來確認一下。你幫他確認了？我幫他確認了。我們同時笑了一下，那是我們之間第一次像兩個正常人類一樣對話。後來我知道他叫 Monica，獨一無二，孤單 alone unique， 源自希臘語，意指獨特的、唯一的。他在城寨一家獨立香水工作室上班，租的房子在酒吧附近，走路大概15分鐘。他每天騎一輛薄荷色的單車上下班，下雨就走路。他不吃肉，但吃魚，最喜歡吃的是吞拿魚刺身。他的睡眠不好，經常凌晨1-2點還醒住，所以才會來酒吧。他有輕微的近視，看書的時候會戴上那副金色的細框眼鏡，平時不戴。這些信息不是一次性得到的，是很多個寂寞夜晚，很多杯酒之間，一點一點拼湊出來的。像調一瓶香水，前調是初次見面，她是來找雞扒的傻女孩；中調是慢慢熟悉，她安靜、聰明，總是很累。後調是什麼？我到現在也說不清楚，但有些事我後來才知道。那些事不是他告訴我的，是他在某一天之後，再也不來我酒吧了之後，我從別人那裏聽說的。說回那天晚上吧，那天是12月23號，平安夜前一天。酒吧比平時熱鬧，到處都是人。情侶們在角落的卡座上貼在一起笑，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在圓桌上大聲碰杯，兩個女生在自拍，燈掉得太亮了。他來的時候已經快凌晨1點了。我差不多準備要收拾打烊，但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把抹布放了下來。他穿了一件粉紅色的毛衣，我第一次見他穿粉紅色。他平時不是黑就是灰綠，要麼就是藏青，全是那種安靜的、不引人注目的顏色。但那天他穿了一件粉紅色的毛衣，很軟的材質，領口開得很隨意，露出一截鎖骨。他坐下來的時候，我沒有說話，他也沒有。
我掉了一杯東西，沒有名字，就是把伏特加、接骨木花利口酒、新鮮青檸汁和一點點玫瑰糖漿放在一起搖勻，倒進冰過的杯子，加了一片薄荷葉，顏色是淡淡的粉紅。他低頭看住那杯酒，看了很久，粉紅色的。他說：你故意的，可能。他把杯子舉到燈光下，透過那杯粉紅色的液體看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假藤蔓，像是在看什麼遙遠的東西。我以前覺得粉紅色很俗。他放下杯子，聲音不大，現在覺得他其實挺勇敢的，敢這麼明晃晃地、毫不掩飾地站在那裡，不遮不掩，不解釋，不道歉，就是粉紅色。就這樣。他喝了一口，好喝嗎？我問。好喝。他點頭，有點甜，但後味是酸的，你不覺得嗎？我沒喝過，那你應該喝一下。我給自己也調了一杯，站在吧台裡面，和他隔住那排倒掛的玻璃杯，面對面喝。凌晨1點的酒吧裡，周圍所有人都吵吵鬧鬧地活着，只有我和他安靜得像兩張牆紙。那是他最後一次來，那是他聖誕節前最後一次來。那天晚上，他喝完那杯粉紅色的酒，付了錢，跟我說了聲聖誕快樂，推門走了。我看住他穿着粉紅色毛衣的背影消失在門外，心裡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，像是什麼東西被抽走了，但又說不出來是什麼。然後他就沒有再來。聖誕假期過去了，元旦也過去了，任一天天飄過去。1月的每個週2和週4，我都習慣性地多看幾眼門口。那扇門每推開一次，我的心跳就會快一拍，然後慢下來，因為走進來的都不是他。2月了，他消失了1個多月，我開始懷疑是否自己哪裡做錯了。是否最後那杯酒掉得太甜了？是否我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？是否他其實根本沒有理由再來？我甚至想過要不要去那間香水工作室找他，但又覺得自己沒有立場。我只是一個酒保，他只是一個客人。情緒雖感到亂紛紛，不要讓眉鎖緊，快樂悠然會近。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，打烊之後，我像往常一樣坐在空蕩蕩的酒吧裡發呆，門忽然被人從外面推開了。我抬頭愣住了，他就站在門口，穿着那件熟悉的灰綠色風衣，頭髮比之前長了一點，臉頰不知道為什麼紅卜卜的，像是剛剛跑過一段路。你還沒關門吧？他問。關了，我說，但可以再開。他笑了，走進來，坐在那個永遠屬於他的位置上。我把風衣接過來搭在旁邊，注意到他今天穿的是一件奶白色的毛衣，乾乾淨淨的，像冬天的第一場雪。好久不見，我說。好久不見，他說。我欠你一個解釋。你不欠我什麼，我欠的。他雙手交疊放在吧台上，看住我。1月初的時候，工作室突然接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合作項目。法國的調香學校有一個交流計劃，我們工作室被選中了。我當時只有2天的時間決定，然後就要飛出去。法國。他點頭。那邊有一個為期6週的短期課程，我一直在申請，沒想到突然就通過了。走得太急了，連手機都沒來得及換國際漫遊。我本來想給你發消息的。他停頓了一下，但我沒有你的聯繫方式。我這才意識到，我們認識這麼久，他坐在這個位置上喝了幾十杯我掉的酒，我們之間卻連一個手機號碼都沒有交換過。所以你就這樣消失了6週？我問。6週零3天。他認真地糾正我。昨天剛回來，今天就嚟報到了。一回來就喝酒，一回來就想喝你掉的酒。他說，語氣輕得像風吹過。我在那邊喝了很多酒，法國的紅酒、香檳、蘋果白蘭地都好喝，但都不是我想喝的那種。你想喝哪種？他想了想，食指在吧台上畫了個圈，講粉紅色的那種。我轉過身，從酒架上取下伏特加、接骨木花利口酒、玫瑰糖漿、青檸是現切的。冰塊倒進雪克壺裡，搖勻的動作我做過無數次，但這次手有一點抖，不是因為緊張，是因為那個穿奶白色毛衣的女孩正笑住看我的背影，而她1個多月前穿着一件粉紅色毛衣，坐在同一個位置上說：你故意的。
我把酒倒進冰過的杯子，顏色是淡淡的粉紅，像晚霞的最後1/3，加了一片薄荷葉，輕輕拍了一下，讓香氣散出來。我把杯子放在他面前，他端起來喝了一口，閉上了眼睛，還是那個味道。他睜開眼，眼睛裏有一點亮亮的東西，甜，然後酸，後調呢一。我問，他沒有直接回答。他把杯子舉起來對着燈光看，透過粉紅色的液體看吧台上方的金屬膠和那些倒掛的玻璃杯，看所有被掩飾了的事物。後調還沒出來。他說，可能要再等一會兒。我等得起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種眼神不是客人看酒保的眼神，是另外一種。我不會形容，但如果非要形容的話，大概是你調了450種雞尾酒，終於有一杯是為自己調的。你還沒告訴我。他放下杯子，這杯酒叫什麼？我猶豫了2秒。粉紅色的一生。我說，叫粉紅色的一生。他愣住了，然後他笑了，笑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好看。不是那種禮貌的、社交的、抿住嘴唇的微笑，是那種毫無保留的、眼睛彎成月亮的、露出一點點牙齒的笑。好俗套的名字。他說，你說過粉紅色很勇敢，不解釋，不道歉。我沒說俗就不勇敢。那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？他沒有正面回答。他把那杯酒又端起來，一口氣喝掉了大半杯，然後把杯子重重地放在吧台上，發出一聲清脆的響。再來一杯。我笑了，給他調了第2杯。那天晚上，我們聊到凌晨4點50分多。反正聊什麼無聊不無聊的事，都只是想多聽聽他的聲音。他給我講，在法國的是調香學校的教室，永遠彌漫住幾百種味道。他差點在一個裝住龍涎香原料的房間裏暈過去。他的法文意只有 Bonjour 你好 Bonjour, merci 謝謝的水平。有次去超市買牛奶，結果買了3盒酸奶。他去了尼斯，看到了地中海，那個藍色深得不像真的，像是有人給海加了濾鏡。我給他講酒吧這6週發生的事，有個客人連續喝了7天長島冰茶，第8天終於被朋友抬走了。隔壁張氏書局的小賓高養了一隻白白的北京犬，笨得跳不上椅子。我試了3次想調出一種新的口味，每次都失敗，最後一次差點把檸檬皮擠進自己眼睛裏。他笑得趴在吧台上。凌晨4點50分，他站起來穿風衣，瀟灑得像個飛機師。我以為他要說再見，但他沒有。Tom，他叫我名字，他很少叫我名字，通常是直接說話或者用喂，你下次調那杯粉紅色的時候，可以少放一點玫瑰糖漿嗎？我覺得它的甜蓋過了接骨木花的味道，所以你剛才喝了2杯都是在品鑑，我是在認真喝。他說。但我也是個調香師，我的鼻子和舌頭不會因為好喝就不工作。我無奈地笑了。他走到門口，手放在門把手上，忽然回過頭來。對了，他說，我叫 Monica， 誰能代替你地位的 Monica？ 你有空可以給我發消息。Monica，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筆，在吧台的紙巾上寫下一串數字，然後把紙巾推到我面前。別弄丟了。Monica 說。丟了的話，你就再來工作室找我，反正你知道在哪兒。然後他推門出去了。凌晨的風灌進來，冷，但我不覺得冷。我站在門口看住 Monica 走遠。他走到路燈下的時候，回過一次頭，朝我揮了揮手，然後繼續走。灰綠色的風衣在夜風裏輕輕飄住，像一個走得慢的黃昏。而我迎住微黃霧燈，快樂似個瘋子。3月了。Monica 現在來酒吧的頻率比之前高了一點，不是每週2-3次，是每週4-5次。有時候她自己來，有時候她會帶住那個叫雞 P.R. 的馬尾女生一起來。雞 P.R. 真的在隔壁點了雞扒飯，堂而皇之地帶進御林來吃。我假裝沒看見，因為 Monica 在旁邊笑得眼睛彎彎的。我給 Monica 調了很多杯，粉紅色的一生。有時候少放一點玫瑰糖漿，有時候多加一點青檸汁，有時候把伏特加換成金酒，有時候故意不放薄荷葉，看他會不會發現。他每次都能發現。你今天是否忘了放薄荷？他會皺住鼻子問。
你今天是否換了一種苦精？他會迷住眼睛問，你今天心情不好？他會認真地、篤定地說，這杯酒比平時苦了一些。我的心情似紅黃藍綠標板數字，永遠跟他的表情掛鈎。他來了，我的心情就自動調到最好的那一檔。上週末他來的時候，帶了一個小盒子，盒子用白色的絲帶紮住，很小，大概是手掌那麼大。給我的，我問，給酒保的。他說，我拆開，裡面是一小瓶琥珀色的液體，瓶身上貼住一張手寫的標籤，字跡很好看，寫的是 Tom's Aftertaste，Tom 的後調。我拔開瓶塞，聞了一下，木質調，雪松和琥珀打底，中間有一點點煙草的味道，最上面是若有若無的金橘皮，溫暖沉穩，就像一個深夜酒吧裡亮住的那盞燈。你調的？我看住他。Monica 說，在法國的時候調的。聲音忽然變小了一點。靈感是每天晚上工作室結束之後，我走在那些古老的石板路上，就會想起你的酒吧。然後我就覺得，如果要把那個感覺做成香水，應該就是這個味道。我拿住那瓶香水，沒有說話。你不喜歡？喜歡。我說，但它少了一個味道。什麼？粉紅色的味道。Monica 擰了一下，然後笑了。笑的時候，她的臉有一點紅，可能因為酒吧的燈光是暗綠色的，也可能是別的原因。我把那瓶香水放在吧台後面的架子上，和那些倒掛的玻璃杯放在一起。玻璃折射的光穿過琥珀色的液體，變成一種暖洋洋的顏色，像永遠不落山的太陽。他又坐了一會兒，喝完一杯酒，站起來說要走了。明天還來嗎？我問。Monica 想了想，說，明天工作室有個新品發佈會，可能會很晚。那後天？後天可以。那我等你。他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又回過頭來。Tom，Monica 說 La Vie en Rose， 粉紅色的一生，後調出來了。我問，什麼味道？他笑了笑，沒有回答，推門走了出去。門關上的那一刻，我聞到了自己身上的味道。不是雪松，不是琥珀，不是煙草，也不是金橘皮，是他的香水留在空氣裏的餘韻，是他坐在吧台前笑的時候帶起的細小氣流，是他跟我聊到凌晨3點半也不肯走的倔強，是他寫在紙巾上的那串數字，是他穿粉紅色毛衣推開那扇門走進來的那個12月的夜晚。後調不是一種味道，後調是一種延續。是他走了以後，這個夜晚並沒有變空。不要呆呆的等，是明天，是後天，是所有他還會再來的那些日子。微風吹開美麗的心，幻想怎可歡笑一生。凌晨4點50分，雨林酒吧打烊了。我擦完最後一個杯子，倒掛在金屬架上，燈還沒關，冰箱還在嗡嗡地響。我把那瓶Monica 香水拿下來，噴了一點在手腕上，然後放回架子上。明天他來的時候，我要告訴他一件事，那杯粉紅色的酒其實還有另一個名字，但我還沒想好要不要告訴他。也許等他下次穿粉紅色毛衣來的時候，我就會說出口，也許不會，沒關係，他總會再來的。外面的雨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。我推門走出去，空氣又濕又涼，像稀釋過的青檸汁。路燈把地面上的水洼照得發亮，像一面面碎掉的小鏡子。我拿出手機，打開那個還沒全名字的號碼，打了一行字：後天見，別遲到。過了大概45秒鐘，手機震了一下，他的回覆只有3個字：騎單車。我站在路燈下笑出了聲。凌晨2點的街上，空無一人，只有我和一地的水洼，和口袋裏那瓶琥珀色的香水，和手機屏幕上那3個字：騎單車。15分鐘的路程，薄荷色的單車，它快到了。全文員作詞鄭國江。粉紅色的一生，微風吹開美麗的心，添上熱情歡欣。你又為何傷感？幻想怎可歡笑一生？只要盡情開心，不要呆呆的等。情緒雖感到亂紛紛，不要讓眉鎖緊，快樂悠然會近，總會找到想找那人，總會找到所想要的心。請張開美麗的心，將快樂來相分。微風吹開美麗的心，
添上熱情歡欣，你又為何相近？幻想怎可歡笑一生？只要盡情開心，不要呆的等。情緒雖感到亂紛紛，不要讓眉鎖緊，快樂悠然會近。總會找到想找那人，總會找到所想要的心情，張開美麗的心，將快樂來相分，為何自困？